翠娘，你是长安宫廷之中女官，怎为在此一事？相公有所不知，这董翠娘昔年早为当今皇上死归故乡，目前正居住在西门秋风房中。这事正是董翠娘所言，正是她亲笔所题。相公，你莫非与她相识？当然，在长安宫廷之中，我曾见过秋娘，时隔20多年了。这董秋娘也该是40多岁的人了吧？是啊，老了，病了，穷了，老了，病了，穷了。哦，带我前去拜访与他。相公不必特地请我，每逢清明，他都要来此请假。说起何人？他年轻时的情侣才嫁相公。相公，他来了。
雷霆。那雷霆在江南，用兵四众，张权死去百姓，父害父君。表面上美皇帝喜就从，背地里都能反帮相称。秋娘，我此去京都，是当为君王要命，为民使害。看来时光不早，令我再饮一杯酒，告别上路。请。
家人不在长处，这种事要你去查，你就得去。吉祥名称。今日进步大人，思量已有不利一文，请进步大人笑纳。哦。岂知我能穿得？去我穿得啊！去我放心，苏州、常州、杭州、福州、洛州、福州怪乱，都和我商议议定，决定实施此事。举例为王，办得好！尚有一事禀告进步，有一种白银私生，为首的命官参政，向里面上司京都，高进步非传上庭。那才子也才如此。谁都可一派不亲，明日里请你审问。好，子良，你有立一功，功成之成，封你为开国元勋。谢进步。
媚娘从今日起，秋娘就留在府中，与你作伴。你们一个有备，我老夫欢迎欢迎，同享富贵。亲娘不愿留下去。为什么？难道我这当大将军府还不是你那小小曲风啊？亲娘该去下。老夫立车子上，亲娘你我花有自从两家人，家与后人，蜀山才真，亦有是才真，正是才真。想那才真，乃是白书生家他之人。世人对我有恩，世人与我有情，我已与他定下婚约。是少女不识之徒，媚娘被曲娘下去。亲娘，陪我来。来人，将崔真押上来。你就是崔真，正是崔真啊！你胆子不小啊！王生吞了包子胆，尽管上是江湖汉，何亏还要不了你？嘿嘿，高我立即难上岸，难上岸！了解。你我以为生活平川可欢乐，你我以为生为王亲可赞。你在江南十数载，江南百姓。受尽难。你收不了名字名望多少难，你造成了千家万户独离散。表面上像我的媳妇有些在，背地里全部都符合小女房，是我造成现在。不知相逢人看满山满你来人，将这个王生拿下去吧嘛，封他的口，斩他的手，看他用什么来写，用什么来骂。秋香，翠香，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秋请老将军开一席之恩，少这私生一死。好，既是秋娘就近，我可放他。秋娘，快请顾老将军，谢老将军。慢，放他出去，你要留下。要我留下？去娘，我是为你设想呀。这光生飘泊在天涯啊，你若望才女真家堂，在我
将军，秋娘已答应留下，还已经放着随身走了。好，来人，来，传话下去，将那广胜官僚之举关出京里，远走他乡。是。郡公，大事不好！媚娘被亲娘下去。自然后是惊慌。郡公，奏之归来，有人被困。如今皇上已派内监王武才带领各路人杀向金陵后来。我了大事了，这时候是好。这样，你快写兵对抗，决一死准。郡公，奏之归来，身心过急，只怕难以抵抗。依我看，倒不是什么样？倒不是轻在轻好，这样倒可保其身家性命。世人抗拒不仁，只怕心中不满。是，你身为大兵之将，怎能先不对于此？快去做来！屈服，怎么去罢了敌手的剑魔。郡父，这下可怪不得自量我了。来人，将立即报销。是，这样。这样你疯了！立即，你总会请礼，我不能陪你兄长。马将张子良投进王公公，我已将立即放下，望请将功赎罪。张将军，岂有对明后罪之有？再不有功，皇上定为封赏。谢王公公。来，将立即进。是。
娘，你姐妹反成死去，结妻不在不在家，不快你肉毛之后，不快你去太风雨。君恩是若共分担无言生，但从此若望无助你更无泪。王公公生日的你，我就去找菊花大沟头啊！好，你快去等公开开赛，你可要即刻上座。你在此时候等开赛时，接同秋娘一同上座。是。菊花大哥，才相公可曾来过？哎呀，没有来过啊。菊花大哥，我只有托付一两。你讲，你讲，去年4番上京都，哪有才兄弟离索，情丝一束叫他过，情义在见面之时随托付。去年此生三里将军府，去年此生预备真做公务，去年此心常把才兄弟，去年此生永远离非夫。去年我一定设法找到崔相公，将你的话转告于他。宣告大哥，请你去禀问我，我要在边上留丝。好。
你怎么又为金陵来了？是立即将我所出金陵，使其立即被皇上接进去，我死所要回来。张子良使其立即倒下，你举着万官司辞，要负扬威。立即忙都违反，是我张子良放公一击，将他捆绑系于皇上。今日我正要杀京都，随公礼上。我不与你斗讲，我要去找陶氏王公公救他放满秋娘。董秋娘本是立即必去，如今都要送京都杀公，你休得痴心妄想。呸！凡有负一无此之动，我去找王公公申明原因啊！回来！即将开在胡人在之他呢？王公公，王公公，我本是江门死神崔真，又是孽神。世上真有这等奇事？世上真与貌相像，我须虽杀口，夫君王，杀非他是臣名崔真，万一为皇上教章民间方。王公公，我曾西湖王爷时上高朝廷申诉民庭，求娘与我婚约在先，求公公放归。王公公，你可知这皇上在万一事上写什么？写什么？他写道：当今大海有两，外有反正，内有他根。肃正之间，一炮无言，将他赶走即可开战。王公公啊，王公公，来呀！来，与我狠狠地打！相公，求娘临走之时，将我一说亲事，要我转交于你。他还要我对你说。他此番随领将军府，他此番也备征中国，他此行方将领才秀年，他此生永永为
去吧，我不会告诉别人。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和你一样。陈娘，我想你讲吧。
亲娘。
一
秦公子你该负岁。大白天你写的诗，请正应信我说，我都快步。有些事李贵翁宫女都请到，你写得好，今日你先上不差。把曲意身为经过修改读经，只怕言语失碎，冒败我。哎，国王素来光推一路，送传是流，你就大胆地讲来。王上，王上我出西魏，外人他也常有才，在查历史常来找，人啊功德高是在里边。求长生炼金丹，秦王开悟金湖财，黑漫漫本须问，为人诚心不细碎。王上啊，我听风声有些美，再想此言在苦归，名为仙莫忘为，秦公子年届富岁，身万顷，王上施恩到后院宫女。太多苦帮归，少钱上养不放来，能使其从君位。王上，不举也庶人之见。王上，不举一旁一王上，不举是以相计。青城老板容易，王上，正卿不必相责，国王是有此意。众卿是王上。一片忠心我李文安，有理上当先有功有德，可立一枚。此事就将你告何办。以至？
续起，你可上车上来。正是皇上正是英明，发配公寓是当真，愿为中途西山望英明，提报之功事情多少用来他手头难。遇的是一匹红衣骑三军，遇的是金兵长呀爬爬山。皇上一道圣旨来传下，出来民间敢将心平。国王一道圣旨封为公寓，你可想走啊？皇上，记得去年与皇上初见之时，遂将心迹表明，也将那将来财政之事奉告皇上，请皇上施恩。秋娘，你不能走啊！皇上，此话何意？秋娘，进宫来，一秋苗影动一方花容情我本想早就生命归你为啥这才真是泪洒我经历一阵一阵情，一阵心在口在观抗争，就逢你女称院中为女官，又怕人家财政之事来查问。事情爱情多也情，那才真。他怎么样？那才真高发离去是高尚，黎明上是他为谁人高受伤影啊？谢皇上。可惜他。他怎么样？可惜他，皇上，他到底怎么样？被人戳打身受伤，得将儿死，丧了命。才兄，乃是去金河上来。这是崔子
秋娘，你有何所求？皇上，秋娘匹夫他去，只有一计你讲，皇上。我有才。
小奴是下一秦王马就行，也才是那关羽上表担高人啊，今日不过不光不拘关羽这些文人书生，他们都知道写诗做文章，懂什么国事朝政，总不知道体恤皇上。只有皇上祈求上人，这大唐江山才能百步上清。师生之间听他之人。那关羽把举多以放出精神，一个到中州，一个到韶州，事情耳根倒也清清多了。再请这金丹记功力无比，也就令方士让记所在理。是，臣上有一事启奏皇上。讲。这些文人书生班代倒也不足为了，只是有一人一班代人西进来，皇上不可不知。是谁呀？王公公，王公公，王洪才。王洪才，他当初要我进代理，现在是专里有班代向王行。才儿不儿为什么快来日？我今为都有功在心。皇上啊，身为回归张中军，其上阿下像昨天，少爷众人情有都是他不为好意上进。国王知道，你就下殿去吧。是。皇上，王公公求见。说，是。皇上，外卿何事啊？皇上，请是张子良与民方主上列人得知携带，系于皇上。是啊，你看是何啊？皇上，张子良多次向皇上进丹献，这道是方子部长谢虎林，朝牙穷人情与侣，都说他不怀好意恩上见。他本是立即求将扎随便，逢人血泪枪在先，皇上万须多提防，莫为父要有足迹。尽管此事国王事有旨意，你就不必过问了。臣是为皇上操心。外卿今日朝臣上表不少，10年内的功夫皇上穷绝，过于操劳。国王爷你年事已高，想请你专力功夫，不长穷绝。你看是何啊？皇上，臣外不劳，欲为皇上行礼要劳。不可不劳，今人可嘉，只是万须两肋而已。皇上，明日再也下殿去吧。是。皇上对我有才艺，跨到现在定要紧。
两人不非终于年，昔日那不为好意爱上亲。秋娘求见皇上。众秋娘参见皇上。秋娘何事啊？皇上，那长子两月献上心里的金丹，请皇上。又来求我不要再不进单，真是啰嗦！不要再讲了，明日接人一趟，你早办就是了。皇上，过往今日心中万人，你来得正好。今日你为我尝上一瞧。秋娘今日真该风华，上应杀人。上应杀人不能长久，那就对呀，画像，画像，为我画像。为皇上画像。记得当年初进公司，就是一幅画像，故死亡金木。可惜画的本是崔真，只是面貌相似而已。今日我定要你为国王画一幅真颜。皇上，来，去给你上来。真是皇上请走。去为皇上来画像，用我把皇上喜当哎，你怎么不画？皇上，秋娘有话要讲。有什么话你就讲嘛。皇上，皇上是英才永丰，心他自古有方真少讲，愿儿子你多爱乐，天下万民齐欢唱。对呀，就话我英才永丰讨梦想，就话我四国有方一起呀，要画出愿我天子心大大，要画出一代名字真上岗。青丝秋娘11家，这几年一代名字起风啊！立功百里混浊，唐金丹800元起上。你心情不是当年哦，你去结把草改花，你脸色不是当年人，17小岁有苦啊，你这真不是当年民生关情不知强，你用在不是当年尽孝人来愿意良，你秋娘，
请金大呀他。媚娘，我刚才对你说过，这金代且买几人呀他，这是王公公吩咐的。王公公吩咐，他今日因何如此怪心？秋娘，你才为王朝画像，秋娘真是多才多艺，妙笔生辉，难怪王朝视之宠爱。媚娘真是望尘莫及。可是这次再也不要把王朝也画成豺狼。这媚娘，国王要他一下，你就下去吧。是。这媚娘话中大事，无非对你心有多情，你不要理他，再挖下去啊！皇上，这金大呀他，这金大爷他我一影响，你把与他做人啊，怕与我挖人啊！皇上，这金大，哎呀，真是啰嗦！你与我挖，皇上，你不挖下去。皇上，下去。回来。国王是你呀，你再挖下去。都缺粮，都爱情，秋娘。日月相高，负一生是不忘，又是爱慕。
不尽力，不让国求今生恩长。我云了手下3年才攻下，指望你结发切就长沙，从此是后宫安心来伴君王。皇上，谁知你躲在哪？是我下功夫，都花谁来披阳刚？不见金丹玉妙方，啥来做到玉顶上？山西的听了八句关于几个书，为公来在那头，你城院中女刚上，因此是一日心情高来渴望，你受了委却莫心伤。去年啊，国王知心苦自家。爱你自心看皇上，听皇上一番话，情意深长。去年是赵李为，心里明我本出身虽比肩，深受心境披桃江，深情不肯交家。这心实意难释怀。玉彩珍金头一相思好，待皇上派龙舞凤也不想，所以是一幅画像梦上色，情用有天也不长。你曾院中为女官，今已玉石也平常。只等那豺狼私心在上岸，孟皇上将他再封把名扬，容许我手下3年了旧情，去年官用难忘。皇上是
上亲信结下心有情，见皇上面里金带相助当，十一将来皇上话冲上太闹慌，这是那痴心还为皇上想，愿皇上。
去年回来，皇上病重，不蒙早睡，不得进则命故，有请太子陛下。陛下，皇上偷袭皇民，请进内府。皇上偷袭，被害加本，这分明是西代之人、历代之人、几代之人串通一气，贻害皇上。杜秋娘也有动儿之女，请陛下辨罪。你将杜秋娘按照天老随案而收。朕知。
杜秋娘，你怎么又到金陵来了？小王心等为将来来谢门。方才你话我才兄，你话我才兄啊！杜秋娘，你不杜秋娘，随着皇帝应经的后事，你是有罪之人，是我在新王面前给你之罪，在封你归了。我有什么罪？我不明妓女子，爱色王，爱美爱人，我爱才兄爱我，我有何罪？是你即将我抢进府来，又被你强颜欺媚，将我与才兄刺杀，又有何罪？是你故意作于奸诈作为，是希望他一辈人功亏一篑。是你。你想希望心内对象希望也，今日你要记住有关是你有罪是你有罪。哎呀，这杜秋娘压下了。王公公，秋娘已经疯了，你就放了她吧。王公公就把秋娘交进我们吧。好，将杜秋娘交给你们，不准她出来乱讲疯话。此物有罪，此物有罪。见多小王出得回